来乡亲继续来看今年双十国庆的主题。守土卫国，你我同行。这个国庆的宴会要伫嘉义县的故宫南院来举办，包括放烟火，加上无人机，加上水舞的表演，总长是45分钟。讲这个无人机，阁会来摆出着一百史上上界大百的中华民国的国旗，阁会来搭配着天王伍佰甲叶启田的歌，要互民众一场真无共款的国庆的宴会。天顶有真侪无共色水的烟火，甲暗暝变甲更加美丽。毋但美丽烟火边，阁有无人机，摆出故宫南院珍藏的珍贵文物。而且阁会有红色的烟火，加上平安2个字，这是书法家王羲之的墨宝。刷落来会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这面国旗是无人机所摆出的史上上大的中华民国国旗，面积大约有29个篮球场的大小，加上无人机烟火的会是台语天王伍佰、叶启田的名曲。2022国庆烟火伫嘉义总表演长度45分钟。说水舞结合这个焰火，还有无人机的展演，这个是史上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演出哈。为了迎接大批游客，县政府嘛准备17个停车场，至少有72000个免钱的停车位，嘛鼓励民众坐交通车。总共8条路线，主办单位拢已经准备好啊，都等10月初10，民众做回来嘉义庆祝国家的生日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